现代台语版圣经罗马书第10章。兄弟姊妹，我的心热切仰望，搁对上帝祈求的，就是以色列人会得到救。我会当为着因作证，因对上帝有热心，毋过毋是根据正确的了解，因为因无明白上帝的义，要用家己的方法追求甲上帝建立合宜的关系，煞无顺坦上帝互人成做义人的方法。其实，基督已经完成律法的目的，互信的人会当甲上帝有合宜的关系。关系对靠律法得到的义，摩西有安尼写：守律法的人靠律法来活。毋过，关系对神称义，圣经有安尼讲：你毋通心内讲，什么人会爬上天，就是讲什么人会将基督带落来；嘛毋通讲什么人会落去深渊，就是讲什么人会将基督对死人中带起来。这话到底什么意思？意思是上帝话甲你真近，伫你的喙齿，伫你的心内，这就是阮所宣扬的神的信息。你若用喙宣认耶稣是主，心信上帝有互伊对死人中搁活，就会得到救。因为人心信就得到称义，喙宣认就得到救。圣经有安尼记载，信伊的人袂致到失望。犹太人甲外邦人拢无差别，因为有共一位上帝是万民的主，伊会丰丰富富赐福互所有求叫伊的人。因为所有求叫主的名的人，拢会得救。毋过因都无信伊，哪会求叫伊？都无听到，哪会信伊？都无人传，哪会听到？都无差派，哪会传？照圣经所记载，传播福音的人，因的脚迹偌尼啊水。毋过，毋是所有人拢顺坦即个福音。以赛亚讲：主啊，什么人信阮所传的信息？所以，信是对听，听是对听基督的话。不过，我要问，因兼真正拢毋捌听到？当然捌。圣经安尼记载：因的声音传遍全地，因的话传到天边海角。我要搁问，以色列人兼真正毋知？大圣摩西替上帝安尼讲：我要用毋是我子民的人来引起恁怨妒，用愚妄的子民来激起恁受气。后来，以赛亚嘛真好胆替上帝讲：无找求我的人，我有互因找到；无求我的人，我有对因显现。毋过，关系以色列人，伊有讲：疑心悖逆的子民，我规日伸双手欢迎。